有20年经验的歌戏演员郭元祖，伫咧新北市开课，教学生念歌、甲唱戏，佮有骹步手道。短短2点钟的时间，现场的大人囡仔是一个比一个佮较厉害。这是郭元儒老师，伊对10岁就开始学歌仔戏，为着要将台湾100年的歌仔戏小解，互更较侪人知。伊伫台顶是先对基础的小生、小段、跳啊开始解说，然后到手势、身段、唱戏一项一项教，互大卡的学生知。无到2点钟的时间，这学生就会晓唱戏啊。老师讲，大家拢真有天分。戏曲行当的介绍啦，就是小生、小段、跳啊。嘛有介绍讲，若是做搞笑的查某，是做彩蛋。课程当中，阁有爸爸带囡仔斗阵来学。爸爸讲，妹妹原本是袂晓讲台语的，后来报名台语比赛了后，骨力练习得到第2名的好成绩，开始对台语有真大的兴趣。即届干那2点钟的课程，妹妹就随学会晓唱歌、甲念歌，真古锥，嘛真有伴。大声流啊，你就受啊受空棒。水只槟榔，你就门牙无啊分。伊就是伫学校有参加学校的台语的比赛，伊就是得到第2名，所以就是伊有这方面的兴趣，所以就是带伊来学这个歌戏。除了妹妹唱戏，这寡大人嘛是输人唔输阵，大家摕麦克用轻读音来表达出角色的情绪。老师嘛用歌词甲大家小解歌仔戏的历史甲源头。歌戏历史有100年外，源头伫宜兰玉山大树骹。希望大家斗阵将台湾的本土文化保存创新落去。记者狄阿选、郑俊佑新闻报道。